嘛是真无简单估计，继续要来看到交通部8月中已经核准中华邮政公司全面起薪水起1%到3%。交通部顶礼拜搁再核定，都要加发邮务士8楼梯的津贴，因为较劳苦，逐个月会当加领354块到566块银。为今年元旦开始算，10月起就会当开始发。不过一寡邮务士也是真烦恼，讲若是上楼梯的时，其他的包裹可能互贼仔偷拼去，且嘛有可能互警察开罚单。安尼安怎算都袂好。扛着小包喘屁屁，这个小包有30公斤，就要安尼扛2站楼。邮差除了送批，搁用当作是搬物件的工人，怨叹讲是流费官。交通部核定要来加发邮差的上楼津贴，每个月上济会当加500块，10月开始发货。但是邮差敢若拢无啥满意。很多同仁会觉得很不满意，因为我们一天带出来要投递的包裹都是100-200件。一天下来的量很可观，就好像是随便搪塞我们，差别坦白讲，真的是太大了。工课真重，平均册每一天爱走2转，平均册每一件拢爱伫咧3分钟左右来送完，但是超过一半拢是爱亲身送去楼顶，工作量恐惊会增加3成。算算的，未来每个月上楼的津贴加了354到560块，虽然规个人事费会增加千几万，但是邮差认为津贴甲因的劳力袂当比，去楼顶来送物件的时阵，搁较烦恼其他的批还是小包会互偷摕，也就是违规停车来互罚钱这个问题。他可能为了说要赶快送达，那有时候都会就不小心做了一些交通违例的事件。公司一发布这个新闻啊，就很多大楼管理员啊就已经拒收啊，就造成我们投递同仁的困难。万一邮件遗失，谁负责任啊？叫我们同仁每个人来赔啊。以邮局快捷上速一件小包80块来讲，比起一般送物件的外部公司130块，确实是减了50块。这摆增加邮差的津贴是好意，但是要安怎发，要安怎配合，恐惊拢爱搁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